好，翻嚟嗱呢一個 MV 咧就係、我咧早幾日話咧，我想播一直都冇機會播，因為有撞啱咗啊李國祥又細細啦咁樣。咁點解咧？太陽花我之前播過嘅，點解我話好想播咧？即係我突然間喺 YouTube 度啊，喺 Facebook 啊揾到呢個高清版本啊！呢、個高清版本就精彩啦！1981年啊，咁啊呢一套戲應該我冇記錯，唔係學彩啦，當然失業生定係咩咧？嗱，主題歌有料你嘅。咁咧最主要第一睇下徐傑啦，徐傑即係個女主角啦。其實做咗2、3套戲咧就冇做啦。咁佢嗰陣時又未知有個飛機偶像，但係我細個就好中意佢嘅。我嗰時81年我13、14歲啊嘛，哇中意佢不得了，覺得有咁嘅女朋友咧，哇就簡直係真係夢寐以求啊！咁徐傑咧就係呢個俠女啊，徐楓個妹啊。咁好似拍咗2、3套戲就冇做。咁其中一套就係兩小無知咧，就同阿 Albert 歐瑞強啊，即係一齊合演㗎。咁兩個做一個即係弱智啲、小弱智嘅小情侶咁樣啦，係嘛？咁呢一套戲咧。話呢個 MV 咁清楚咧，就睇到當其時香港啲景貌，所以有少少係睇舊戲啲，又要聽舊歌，咁我係舊時代嘅人啊嘛，即係起碼我時代人啦。咁大家應該見到咧，就係彌敦道、尖沙咀、九龍公園、海防道啦，同埋彌敦道都有影到啊。咁嗰陣時仲未有柏拎喎，柏拎即係柏麗大道都未有啊。咁網友話嗰陣時都話好簡單，其實人根本就唔係好複雜㗎。係個環境嗱嗰陣時如果你譬如你唔係點樣要諗政治嘅人就你可以睇得出人本身人原來真係生活嘅啫。點解啊？喺80年代我哋成長嘅階段咧，其實咧係一樣有一啲好即係熱心嘅政治者嘅，譬如60年代提倡港獨嗰個馬乜鬼嘢啊？馬文輝嗱60年代喎，佢呢啲咪好關注政治嘅人咯又好似個蘇乜嘢啊，即係自焚啊，即係後來做蘇和尚啊，走去即係天星馬路個加斗嶺，即係但係喺每一個時代都有啲人，但係嗰啲人咧幾被視為異類嘅。點解咧？所謂異類，因為大部分人係唔會理呢啲嘢嘅喺嗰個時代。我哋咪覺得生活簡單咯。大部分人喂出嚟做工啦、讀書啦。目的係乜嘢？生活好啲啦，改善生活啦，穩定啲啦。因為嗰陣時個社會上緊啊嘛，咁你見到隔離嗰個上咗，你都自己即係希望會有機會啦。喂，以前100幾尺住7個人喎，唔係好例外㗎咋，唔係好特別㗎咋。100幾尺住7個人，我諗我哋好多網友如果有啲年紀都住過咁樣啊。咁所以嗰時啲人係好努力嘅，好簡單，好純粹揾喂。當然啦。個發展後來就變成揾到錢就叻仔，於是乎就所有嘢咧，淨係向錢嗰度傾斜，咁就成為另一個極端啦咁然後去到我哋再新一代，因為佢環境比較好啲啦，佢唔需要好似我哋咁愁衣食啊嘛，已經有屋住啦，又於是乎又受過好啲嘅教育啦，或者多啲嘅教育啦，係咪好啲？我唔夠膽咁講啦。於是乎佢哋會追求比較形而上意識形態嘅嘢，咁你嗰班友。嗰班即係話比較以前啲人比較簡單啲嗰啲人啊，就會你搞咁多嘢做乜？因為佢就好簡單啊嘛。但其實時勢係唔同咗啊嘛。如果你正式嚟講，而家你話呢班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咧？追求乜嘢形而上嘅嘢咧？你估佢哋？你又諗下，你再諗下2014年或者2010年之前，佢哋係咪好追求咧？即係嗰陣時嘅80後，佢哋都唔係㗎，佢哋都其實一樣係想人個基礎就係想安居樂業。喺個人或者家庭上面會有進取啲改善生活，但係睇落去唔撚得嘅，點解改善極都改善唔到嘅？於是乎就開始會留意下，就發覺原來而家喺政治上面有啲咁樣嘅失衡喎，咁係咪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平衡翻啲咧？原來共產黨講過嘅喎，話2017雙普選嘅喎，其實唔係啊，我想同你講係2007啊，本身10年後啊。哇！屌你冇話冇咗，即係其實你要成件事去睇咧，當中梗係有因有果啦。啲人點解會複雜咗？好似而家成個社會成個世界唔開心，其實有啲簡單嘅嘢，大家都明白嘅嘢，大家各執一詞講到尾咪利益咯好啦，頭先嗰叫做太陽花我記得嗰陣時咧，佢嗰隻熊咧應該係叫 ice， 即係叫斯諾冰愛雪啊，開始唔係叫斯諾冰係個愛雪嘅，好似係
係咪叫愛雪啊？好似咁咧嗰陣時我睇完呢套戲，咁我喺愛民村讀書噶嘛，咁我哋有個愛民超級市場嘅，佢係有嗰啲愛雪去賣嘅，其實即係思樂冰咧 anyway， 即係凍撚到撲街嘅，OK， 但係以前嗰啲好撚流嘅，譬如我整個可樂思樂冰，啜幾啜就冇撚晒喎，跟住咧屌你老得翻啲冰水喺度，即係好撚佢唔夠嗰啲味嘅，有陣時屌你得個甜字喎，冇撚個可樂味嘅喎，冚家產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你點我成1-2蚊㗎，唔平啊！咁嗰陣時咧拍完呢套戲之後咧，有一次我喺愛民超級市，即係喺食 lunch 嘅時候1個鐘頭啊嘛，你邊度食得晒？時間行下，就係見到呢隻熊啊，有嗰隻白熊啊，嗰個 dummy 啊，嗰個公仔啊，喺度行啊，咁我屌走佢，屌你老母，Danny 仔，咁當然嗰個唔係 Danny 仔咧，入邊嗰個係咯，熬鳩佢咯，屌你老味係嚇，好鬼過癮嘅，真係諗起嗰時真係開心。嗱，今日呢一節咧，我哋就唔賣廣告嘅，咁但係我睇咗篇文章咧，咁我咧其實係啱啱呢個月出現嘅，咁我都想講下嘅。嗱，佢個題就係咁樣，咁但係個題唔重要啊，我反而想講下呢個後來呢一個遺產執行人啦，叫梁詠詩咧，佢同我哋講乜嘢？個題係一個遺願及一段跨越生死嘅愛情啊嚇。咁蔡永業教授咧，咁如果係醫學界就應該係家傳戶曉㗎啦，我哋唔係醫學界咧就未必識佢。蔡永業教授係咩人咧？佢創辦香港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啊，1981年啦，因為在此之前咧，香港係得一間醫學院嘅啫，就係香港大學。OK， 桃李滿門。嗱，呢個醫學強人咧，處事嚴謹認真，不苟言笑，人人都敬畏3分嘅。但係翻到屋企咧，佢有個更加敬畏嘅人，就係佢老婆梁桂超阿 Peggy。佢哋比翼雙飛46年啊！咁啊，更加有一段咧，太太咧殫精竭慮完成丈夫遺願嘅故事。咁就今日我哋講呢一個，佢太太點樣殫精竭慮完成丈夫呢個遺願啦。OK， 咁呢個故事咧就由梁桂超阿 Peggy 遺產嘅執行人同埋佢個侄女梁詠詩咧講出嚟嘅。蔡教授喺2001年去世，佢呢度冇講佢去世嘅時候幾多歲。OK， 咁但係睇翻咧，佢哋結婚嘅時段1955年結婚，咁佢太太咧就2017年去世，死嘅時候咧就96歲。咁我相信咧，阿蔡教授2001年去世嘅時候咧都80幾歲啦。OK， 咁佢2001年去世之後咧，太太梁桂超阿 Peggy 咧相居16年，佢將99% 嘅遺產合共超過4億港幣咧，就捐贈咗俾中大蔡永業腦神經科學研究所。咁喺上個月咧舉行呢個捐贈儀式咁以銘謝蔡梁桂超嘅慷慨捐贈佢個侄女梁詠詩喺致辭嘅時候話，有人問佢蔡教授兩夫婦平時清廉節儉，點解竟然有幾億捐出嚟咧？咁佢咧就由佢兩個人即係佢個姑姐姑丈嘅愛情講起啦。年青時候嘅梁桂超咧，根據佢講咧非常時尚活潑，好識得交際嘅。留學美國，哇！嗰個年代留學美國都好巴閉人嚟喎中意着時髦嘅迷你裙啦，又會改跑車啦、揸快車啦，係一個外向樂天嘅少女。畢業之後咧，佢翻到嚟瑪麗醫院度做嘢，擔任醫務社工，咁就認識咧嗰陣時啱啱畢業冇幾耐嘅蔡永業醫生。咁兩個人情投意合，喺1955年結婚。咁1955年其實Peggy 咧都30幾歲，嗰陣時嚟講算係年紀大先結婚㗎啦。不過佢哋留學外國再翻嚟就都係唔同啦，係嘛？呢位新郎咧就令到Peggy 嘅爸爸媽媽都大惑不解。佢話個女咁活潑好動，點解會中意一個咁內向、咁嚴肅、唔講笑嘅男人咧？兩個人性格係完全唔同嘅，不過就完美組合，剛柔互配。老公咧係當其時嘅著名醫生，曾經出任呢個醫務衛生處處長喺港英時代退休後咧，1976年加入港大。咁根據港英咧，1976年咧佢退休咧，如果唔好特別話延長嗰個退休嘅時間咧，應該50幾歲。咁81年咧，中大醫學院成立咧，應該60幾歲。佢2001年過身咧，咁20年後真係80幾歲啦，係咁計落去就差唔多啦。
咁啊加入中大之後咧，佢就肩負呢個開創中文大學醫學院嘅重任，亦都出任咗創院院長。嗱，呢個學院咧係繼香港大學之後咧，香港第2所醫學院啊。咁啊，佢亦都曾經擔任過中文大學嘅副校長啦、校長榮譽顧問啦、校董會成員啦。啊，咁咧結婚之後咧，佢老婆就成為佢賢內助，處理晒老公咧無暇理會嘅一切家庭事務。嗱，呢度我冇特別交代阿 Peggy 咧喺結婚之後有冇繼續係即係做嘢啦。啊，咁阿梁詠詩就話咧，姑丈平時咧係冇錢使嘅，出外購物嘅時候咧都係咧要老婆咧去埋單嘅。啊，咁啊甚至乎有一次咧，佢想送件恤衫俾姑丈，問佢依個尺寸咧，佢都唔知嘅，叫佢問下姑媽。咁好多我都唔知嘅。咁當然我一定係加大商家大嗰啲啦，但係你要買嘢俾我咧，你都問我老婆，我老婆同我打點噶嘛。咁啊，老公喺出邊打拼，推動香港嘅醫療服務同埋醫學教育啊。佢當其時咧被稱為辦公室最高效嘅工作狂啊，係一個 most efficient workaholic in the office 最高效嘅工作狂喎。佢因為咧佢老婆咧就將屋企打理得好妥貼啊，咁就猶如一個生活嘅庇護所。總言之咧，佢做完嘢咧就翻屋企咧就舒舒服服啦。啊，咁希望係咁啦。你話如果做完嘢翻屋企，原來仲有紮碗要你洗嘅，你大拎落啊。OK， 好啦，咁呢一個咧生活上面嘅伴侶知己，亦都知道老公心目中有個願望，就係成立一間腦神經嘅科學研究中心，集中喺基礎神經科學嘅研究。期望有一日咧喺治療帕金遜等嚴重腦部疾病方面咧，能夠攞到一啲醫學突破。咁但係成立一間咁樣嘅中心要幾多錢咧？究竟？咁啊姑媽咧就請教醫療界嘅好朋友，得到嘅答案咧就係話2億左右啩。我諗而家你唔得啦，嗰陣時而家你諗下，呢條橋都10幾億啦嚇。咁梁詠詩回憶就話咧，蔡太咧出於對丈夫嘅愛，知道佢深深渴望成立一間腦神經科學研究中心，於是乎想辦法去存錢喎，佢唔係去籌錢喎，去存錢喎，實現佢嘅願望。咁佢咧喺1967年咧就開始投資啦。啊，咁當其時嘅呢個投資，我諗就唔係為呢個願望啦。啊，咁啊，因為嗰時老公仲係做緊衛生署署長，佢就早期用18萬咧，就喺中環半山寶德台買一個單位，就出租作為投資。佢20年咧收到嘅租咧就愛嚟買股票。到1987年咧，蔡教授喺中大退休嘅時候咧，兩人先搬入呢一個半山嘅寶德台單位。2001年12月咧，蔡教授咧喺睡夢中去世。咁啊，蔡太大受打擊，頓時就失去生命重心，即係都唔知為乜嘢生活啦，因為照顧老公照顧咁多年。呢個時候咧，佢又想起蔡教授嘅遺願，於是乎下定決心一定要籌到2億，為丈夫圓夢。佢咧就開始更加小心咧去投資喺股票市場，每一日都睇電視同埋報紙上面股票行情啦，同股票經紀啦同埋熟悉經濟嘅朋友專家去討論，又將屋企嘅古董賣埋啊。為咗盡快達成目標咧，佢例行節約，平時咧就絕對唔會出街食飯㗎啦，社交活動減到最低，揸架車咧係一架超過20年嘅本田思域，直到佢因為太過年紀大被取消駕駛執照。喺大暑天嘅時候咧，佢都唔開冷氣，淨係用風扇。飲食咧就非常非常清淡，所以去到2014年咧，當佢不幸跌倒啊，因為2014年佢都93歲啦，個盤骨骨折啦。咁喺2014年到佢去世2017年期間咧，佢驚唔夠時間再儲錢啊，所以更加專注喺投資。每一日咧淨係食杯麵蝦子麵，令到啲朋友隔離鄰舍都擔心佢嘅體力支持得住咧。即係如果嗰陣時我知，我一定會即係叫佢論學幕咯。2017年，阿 Peggy 蔡梁貴超咧健康慢慢越嚟越差啦。96歲嘅佢咧患上感冒之後咧不幸去世。咁過咗身之後咧，遺產執行人咧就按佢嘅遺囑，將佢嘅資金、將佢嘅資產啦、所有現金啦、股票啦、物業等等整合。喺佢嘅精明投資底下咧，佢嘅遺產竟然多達4億幾喎，遠超過2億嘅目標啊！咁亦都根據佢嘅遺囑咧，係無條件捐晒俾呢個中文大學蔡永業即係佢先生命名嘅腦神經科學研究所。咁呢個係佢遺產捐贈入邊最大嘅單一捐款，佔全部遺產係99%。OK， 咁即係都留咗。如果係咁99%，
都留咗300-400萬俾其他人喎咁啊支持研究所發展，為先生圓夢啊！咁中大咧就喺今年嘅3月7號咧舉行呢個捐贈儀式，就以銘謝蔡梁桂超女士嘅捐贈。咁一陣我哋都有相睇下，話真係都好多。咁當然啦，屌你咩張宇人嗰啲我哋唔使講㗎啦，唔想講㗎咁梁永詩就話咧佢話姑媽其實唔係有錢人嚟㗎，亦都冇做過生意，佢只係渴望實現丈夫願望嘅一個家庭主婦，因為你冇仔女。佢話其實呢啲錢咧，本來可以令到佢咧有奢華生活嘅。嗱老實講，你俾我咧，如果我老婆走咗嗰陣時，我都80幾歲，都80幾歲啦。如果你話係50幾歲，我都可能奢華生活㗎，點捐得晒啫？佢話，但係佢只有一個念頭，就係要捐俾中大建立呢個腦神經科學嘅研究中心。佢喺最後咧，佢語重心長咁樣同與會者同埋記者講，佢希望大家飲水思源，思之則來不易，時刻銘記蔡教授伉儷無私嘅奉獻精神，傳承佢哋對教育同埋科研嘅熱情，推動腦神經科學研究中心千秋萬世薪火相傳，回饋社會。咁佢冇講嗰句咧，就係、喂唔好撚亂鳩咁使嗱，其實咧我又未至於跟煙嘅，但係咧你話一個人個價值係乜嘢價值咧？係嘛？嗱我哋睇啲相先。嗱呢一個咧就係蔡教授伉儷去結婚1955年結婚晚宴嗰啲相片，佢個侄女即係攞到出嚟嘅。喂，伍教授蔡教授個樣有啲似吳彥祖喎呢個相，但係好明顯啦，佢Peggy 咧都係，但雖然話係咩咧，你真係笑得好燦爛啦，都係啲開朗嘅人嚟嘅。好，下一張。咁呢個正面睇啦即係嗰陣時我哋啲打扮梗係覺得咩啦唔同啦，但係其實我真係我自己嘅，即係生於即係60年代尾㗎，但係其實我都好嚮往佢哋嗰陣時啲生活嘅，即係可能物質冇咁豐富啦。好，再下一張。嗱呢一個就係1981年咧，中文大學醫學院成立嗰日嘅合照嚟嘅。咁企喺前排正中間咧，矮嗰個華人咧就係蔡教授啦，蔡蔡教授咧話年紀大咗，好唔同喎個樣，由面尖到面圓。但係你睇下當其時咧，中文大學醫學院創建嘅時候咧，我真係要咁講啦，外國人唔好講啦，就算唐人個樣係真係唔同嘅。我唔肯定啊，應該後排。左手邊高大嗰個係咪李國章？好似係係嘛？好似係李國章嚟嘅。李國章都做過，佢好似做過中大醫學院院長啊，亦都做過港大校長啊嘛。好似係李國章嚟嘅。咁下一張。呢個就係今年呢個係第3個，肯定係李國章啦。呢個就係今年3月7號咧。即係蔡梁桂超遺產捐贈儀式嗰個合照啦。咁我唔逐個講身份啦，我見到張宇人啦。Peggy 係邊個咧 ？Peggy 就係嗰個白頭姐姐啦。OK， 老實講，佢作為遺產執行人起碼佢都不負佢姑姐所託啊。你如果有個遺產執行人，我見到係幾億嘅，會唔會動貪念？又或者會唔會諗啲方法？去搞咧真係好難講啊。OK，anyway 啦腦神經咁一陣我哋都會有個相關科目嘅專家咧上到嚟我哋啤梨晚報喎。好，休息一陣。